这个四大公投案，阁有一案是第四核能发电厂重新来启动。正方的代表是核能留言终结者的创办人王树修，反方的代表是经济部的处长詹文生。詹文生讲，核事已经困扰着台湾30档了。 伊要互民众知影，唔通互核试来重新启动，才是对台湾能源的发展上好的选项。若主张就爱启动核试的王树修讲，对方要讲啥，伊正清楚，伊知影要安怎来应对。 2015年7月，因为国内对核能的无信任，佮有安全的疑虑，行政院长江宜樺宣布封存核试，以后要重新启用，嘛要经过全民公投。这个公投日就伫12月18。为着守护自身立场，中选会举办的公投意见说明会，正反方拢派出精兵。正方是公投领导人王树修代表，第一场对经济部专职能源的处长詹文生。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因为曾文生讲的东西我们大概都很清楚。18年我就一个人打5场了。核四争议已经纷纷扰扰30年，30年来停停渐渐，对于能源发展及转型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。 原来2018年以核用力公投，王树修就捌对詹文生，当时的结果是589万的同意票对400万的无同意票顺利通过，这嘛，让王树修真有信心。最近在跟一些民间的媒体、自媒体的筹划一系列的辩论、模拟辩论。那这些辩论呢，我也跟这些朋友们谈好说，我要当反方，各说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尽量的让交锋更多一点。为了让国人了解。 核四对于台湾的能源发展不是一个好的选项，经济部将会准备资料向国人报告，核四不重启，对台湾未来能源发展才有利。目前核四启用商转发电公投5场说明会，拢是王树修担任正方的代表，反方是由詹文生、台北市议员苗鹏雅、瓜子区维杰，阁有台电核能发电事业处长柯英辉等等，就看谁的论述有法度说服选民。